知名 YouTuber 黑男专门在大街小巷随机为路人进行配对。日前，他在台北公馆巧遇艺人迪英夫妇之子孙安佐。经询问发现孙安佐母胎单身19年，想为他找寻适合的对象。孙安佐开出条件后，黑男最后帮他找到一名拥有圆圆大眼、长相激似 TWICE 成员周子瑜的萌系女孩，让孙安佐瞬间羞红脸，直呼她是我的菜。孙安佐日前在公馆用餐时被黑男捕获，他大方接受限时配对，开出在15分钟内找到热爱和动漫的可爱型女孩条件。经黑男四处奔走，成功找到一名喜欢跳舞的萌系女孩。这名157公分的正妹拥有一双圆圆大眼，笑起来激似女神周子瑜。孙安佐见到新对象出现，脸瞬间涨红，不断傻笑。被问到第一印象，他大方给女孩85分，坦言她的确蛮可爱的，美中不足的是女孩只看过哆啦 A 梦一部动漫。而女方满分10分则是给了孙安佐8分，他大赞孙安佐本人很亲切，互动一点也不尴尬。巧的是，两人都宣称母胎单身19年，看来极有缘分。最后在主持人要求下，孙安佐不但公主抱女方，更对她当场壁咚。孙安佐直呼真的超级紧张，两人也交换了联络方式并合照。